这个如何是你不能
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专业的粤剧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呢，我们打开微信，选择右上角的加号，然后选择添加朋友，然后选择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粤剧拼音899，粤剧拼音加899，然后点击搜索粤剧名段全集，然后点击进去，然后选择关注。然后选择底部的粤剧名段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最终页面。粤剧名段全集呢，每天为大家推送一个免费的粤剧名家名段。像今天推送的有王文娟的方瑞娟的，包括陆锦花的这些，都是名家名段。点开进去，我们看一下。好了，喜欢的朋友呢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